之前我哋已經學過容量同埋體積，你哋仲記唔記得呢？我哋重溫一下，容器所能容納物體嘅多少稱為容量。一齊睇下第一題，呢個量杯嘅容量係500毫升，量杯嘅刻度分為5小格，即係每一小格代表100毫升，所以呢個量杯入面有水300毫升。跟住睇下第二題，呢個量杯嘅容量係2升，量杯嘅刻度分為2大格，每一大格分為5小格，即係每一小格代表200毫升，所以呢個量杯入面有水1200毫升。而家我哋一齊重溫一下體積，物體所佔空間嘅大小稱為體積。一齊睇下第三題，呢個係一個邊長2厘米嘅正方體，正方體嘅體積等於邊長乘以邊長再乘以邊長，即係2乘以2再乘以2，答案係8立方厘米。跟住睇下第四題，呢個長方體嘅長係3厘米，闊係2厘米，高係4厘米，長方體嘅體積等於長乘以闊再乘以高，即係3乘以2再乘以4，答案係24立方厘米。喺呢個單元裡面，我哋會探究下升同埋立方厘米嘅關係。呢粒係一粒數粒，佢係一個邊長1厘米嘅正方體，佢嘅體積係1立方厘米。呢個係一個星盒，星盒能夠盛載1升嘅液體。我哋將數粒放入星盒，一層可以放到100粒，整個星盒可以放到10層，即係星盒能夠容納數粒100乘以10，等於1000粒。每一粒數粒嘅體積係1立方厘米，所以星盒入面所有數粒嘅總體積係1000立方厘米。咁星盒嘅容量就係1000立方厘米啦。同時，我哋知道星盒嘅容量係1升，佢亦能夠容納體積係1000立方厘米嘅物體，所以1升等於1000立方厘米。因為1升等於1000毫升，即係1000毫升等於1000立方厘米，所以1毫升等於1立方厘米。咁你又知唔知道300立方厘米即係幾多毫升呢？